祷来陪伴咱的心进入礼拜。咱来看圣诗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到万万世。这条是一条俄罗的诗歌，代表咱袂使偷摕上帝的荣光，咱来甲一切荣耀归互主。亲像行洗礼约翰尊主最大，谦卑家己，互主显明伫伊的身躯顶。咱来吟第52首。来，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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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到万万世，荣光归伫听咱的主，使咱做歌无下数。荣光归伫小咱的主，甲主做往万年久。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替咱献祭。第三站，荣光阿罗到万万年前，天使做甲吟诗，高宽荣光无尽无穷，有乐充满有惆怅。荣光荣光荣光荣地万荣的王到万世。第三节的歌词，咱是毋是来念者吼？第三节的歌词，预备来。荣光阿罗到万万年，正天使作乐吟诗，国权荣光无尽无穷。吼，这边咱拢会唱做，因为咱一般拢讲无穷无尽，较侪吼，较习惯。但是这个歌词，咱爱注意，毋是无穷无尽，是无尽无穷呢。那 PPT 的甲圣诗的佫无共，恁的版本是倒一种？恁的版本应该是无尽无穷。你看白话字嘛是拍无尽无穷，总是咱太习惯了。你看连做这个 PPT 的嘛做唔对，伊甲这个无尽无穷直接改做无穷无尽啦，所以咱等者，应该还是爱照原本，照圣诗的唱无尽无穷，可能我想一定嘛有人搁唱，若是无练诗的嘛会唱无穷无尽嘛无法度，咱第三节搁唱一届，咱第三节搁唱一届，来，荣光阿罗到万万年前，天使做甲吟诗。高宽荣光无尽无穷，阿罗充满有惆怅。荣光荣光荣光上帝，万王的王到万世。咱国吟讲到了的回应诗274首。求主施大恩，予我来亲近。
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永踮我心内。这条歌是一种祈祷的心境，求主施大恩，互阮来亲近。我心来羡慕，深深来意爱。咱做伙来吟，来。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一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永踮我心内。心内第二节，求主你出声，叫我若困我，我心忧闷，深深烦恼，甘愿靠主就微笑，无求主眼看顾。以后免烦恼，以后免烦恼，求主做中保，互我等我靠，我犯罪过千千万万，忧闷挂路自艰难，求主春秋看，满心大平安，满心大平安。这条歌吼无真好唱，为什么呢？因为伊的拍数是6拍吼，所以你开爱喘落到这个一节吼到底，你爱抓时间来喘气，因为咱即摆搁挂喙暗在唱吼，空气无真够啦吼，讲实在吼，所以你爱找机会来喘气吼。所以伊若出现这个中文字的逗点，你看这个 PPT 就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的 PPT 顶悬你唔知影倒位要休困，但是你若是看这个歌本的。古圣诗的歌本，你家己摕出来吼，伊有叫你休困吼，你休困就是迄个逗点，你就家己喘气吼。好，第二节迄个歌词是求主你出声，叫我什么？三角行吼，叫我三角行。第三节求主做中保，互我长瓦靠吼，互我长瓦靠。好，咱搁来唱。对第二节，搁唱一届吼，预备来。求主你出声，喘气，互我三角行，喘气，我心忧闷，深深烦恼，甘愿靠主就微笑，无求主眼看顾，喘气，以后免烦恼，以后免烦恼。家己找机会吼，第三节来，求主做中保，互我等我靠。罪过千千万万，忧闷挂路自艰难，求主春秋看，满心大平安，满心大平安。第四节。求主带我行，
我比你为高，我拿伫身边，耶稣把讲起，我无放下你，我无放下你。第五节，最后一节来，求主教我大。阳光予我看，我真欢喜，永远归你我爱家，你永无散离，求主当徛起，永远无散离，永远无散离。咱再来祈祷，主真正恳求你来显出你的大恩，踮伫阮的心内，赏赐满心大的平安。阮也知影你应允阮，你无放下阮，永远甲阮同行。求主你帮助阮伫今早起的敬拜中，阮也甲主你的圣神徛起伫阮的心内。阮要甲主永远无相离，阮用恭敬的心，欢喜快乐，条条来调见你，亲近你，意爱伫你的圣殿，甲主你相拄，甲主你徛起，愿主你的平安，今早起，甲阮所有在场每一位兄弟，也伫线顶做伙礼拜，所有兄弟也是新朋友，三甲弟弟，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咱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无唱迄个回情诗啊，咱就准备进入到礼拜，请听福音钟声。那这平安，麦克，喂，那这平安，咱即时要进入咱的敬拜，咱要用神甲真实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好，一名静声。
代笔的后裔何善那，伫主的名来的得到娱乐，伫天年的有和平，伫至权的为荣光，高高在上何善那。来吟圣诗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行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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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光归伫平安的主，替咱做我无下事。荣光归伫小人的主，甲主做我万年过。荣光荣光荣光上帝。国冠荣光，无尽无穷，乐乐充满有中。荣光荣光荣光上帝，万王的王高万岁。阿门。咱犹原听得来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叫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比拉多任内是咱定死的，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阮信掌事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是一个圣公堂主道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会得遮济的洗礼，阮毋茫死人搁活。来世活命，阿门。请坐。那再来启用，伫启用文11篇，我来启，兄弟来用。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因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明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
我早前甲证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足。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总是耶和华一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的对敌支持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你着毋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那甲来祈祷，拯救我的上帝，我要仰望你。要个学乐你，回想阮每一人的经历，拢有你的恩典，你的帮助，所以阮决志更加切慕你，就是伫困难痛苦中，有缘学乐你，阮坚信你是永活的上帝。所以，阮对家己讲，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啥事伫我内底超凡？感谢上帝，阮的性命一切拢是你掌管，你的能力赢过一切。阮只有学乐主、称颂主。这是阮心中信心的宣告，因为上帝的宝座是设立伫恶乐的人中间，主是圣洁的，用恶乐做宝座。求你因为阮的恶乐，使阮智慧甲开力，来面对生活甲性命。伫受难节进前，阮纪念主耶稣基督，甘愿为阮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本来是无罪的，为着阮的罪甘愿牺牲，因此死亡对你无有任何的权柄。主赢过死亡，主过我，我若要照主的应允，也要过我。感谢主过我，互阮有永远性命的盼望。阮称做义，甲上帝和好。盼望中，求主带领阮一生行真理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唱歌对俄勒，因为俄勒的诗歌是稳藏伫黑暗阴雾中。要来恭读上帝话，《约翰福音》3章22节到36节。新约圣经107面。这个代志以后，耶稣甲伊的学生到犹太地，甲因带遐来行洗礼。约翰也伫行洗礼，伫近撒冷的哀卵，因为伫遐有济水，人到遐来受洗礼，
因为约翰还未关落家，对安尼有约翰的学生甲一个犹太人争辩清气的事，因来就近约翰，甲伊讲：拉比啦，从前甲你伫约旦河外，你所干净的，你看，伊伫行洗礼，众人拢就近伊。约翰应讲：若毋是对天和伊，着人袂得到什物。恁家己为着我做干净，我捌讲，我毋是基督，就是奉车伫伊的头前拿定。有新娘的是新囝婿，新囝婿的朋友徛底听伊，为着新囝婿的声就欢喜到极。所以，我这个欢喜充满了，伊的确兴旺，我的确随意。对顶面来的是伫万类的顶面，迄个对第二个是对地才有，也对地来讲，对天理的是伫万类的顶面，伊将所听见的来干净，也无人接纳伊的干净。接纳伊的干净的，已经看印来干净上帝的真实。因为上帝所册的讲上帝的话，是上帝赏赐圣神无限量。囝疼爸囝疼囝，已经将万物交付伊的手。信囝的人有永活，毋信囝的人袂看见我。上帝的受气点伫伊的顶面以上。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天生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一生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天生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一生我的主。牧师讲道。伊要兴旺，我要随意。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恳求你来，搁一摆火热阮的心，照着行洗礼约翰所行美好的见证，阮来学习伊的模样，来学习阮的人生。面对着行到舞台时，阮有对顶面来的智慧。帮助阮，互阮讲了清楚，听的听了明白，照上帝话行，得到祝福。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句话叫做上台靠机会，下台靠什么？智慧啦。其实我嘛是听别个牧师在分享这句话，我才知影讲这句话真有意思。所以今仔日。看到这个主题，伊要兴旺，我要衰微，感觉这句话其中有真有智慧所以甲大家分享。因为咱的人生拢有行到舞台的时刻，咱上台的时阵，咱真欢喜、真快乐。面对一个机会挑战伫遐，但是行到舞台时，检采有时咱的心的郁卒的艰难，就亲像咱的遮个。电影、名称也是艺人，因的时代过去啊，
因已经年岁多啦，吼，不管是男的女的，年岁拢摕出来互人比拼，啊，比这个少年未过的时阵，也是讲伊的时代过去，也是讲伊的颜值，吼，颜值不如以前的时阵，就比别人搁较缘投，搁较美丽，搁较有才华的新的一代来取代。有一句话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前浪的死在沙滩上，哦，一人一人，总统一人一人，立委一人一人，无论什么部长、什么长，哦，一代一代，历史长老也会过去。咱要做好传承，咱嘛爱调整心情。如果咱无法度调整家己的心情，咱检菜就郁卒艰难，就失志埋怨。所以，这个真要紧的功课，毋茫咱今日做伙来学习。行到舞台时，咱要怎样调整好势？你若是调整好势，你的人生犹原是海阔天空开阔；调整袂好势，你就调整袂过，你就伫遐艰苦坐挂。所以，咱今日要看到惊世的约翰，伊面对伊落台的时刻，伊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看待家己的身份。伊过去是足侪人来到伊遐，结果呢，伊的学生伊今仔日讲一句话，讲辣比啊，你是敢无要无紧？为什么你为耶稣行洗礼？即马呢，耶稣家己招学生，好参像一个师傅牵一个师仔，结果呢，徒弟仔伫边仔开一个分店，抢人客，拼生意。所以这个约翰的学生心内有所不满，你会通看到这个学生因的心内有一个不平。过去足久以前，我敢若分享过一句，是过去我伫仁爱教会学到的。仁爱教会有一个同工讲两种教毋通信，都两种教毋通信，比教甲计较，吼，这两种教毋通信。这个惊死的学生，伊含犹太人伫遐辩论争辩，伫遐伫计较，伫遐伫比较。即马耶稣的学生其实毋是耶稣家己惊死的，是耶稣的学生惊死的。约翰的学生心内也是比较甲计较。即马人拢对伊遐去啊，心内毋是滋味，吼，心怀不平。总是你看约翰的回答，竟然遮尔有智慧，有一个宽阔的心胸。伊讲，若毋是对天落来，就人袂得到啥物。啊，你有看到即句话无？伫咱的第3章27节。照你讲，伊的学生本来是期待阮的老师，就是讲啊，对啦，早知影我就安那，我就莫对伊遐好，也是唱歌，也是安那留一寡功夫，才袂互伊开一个分店。咱边仔，吼，所以真侪人这现实的呢，伫咱的身躯顶嘛会发生。咱的朋友，咱甲人帮衬，结果尾啊，伊的处境、伊的环境，吼，也是伊的经济比咱搁较好的时阵，咱是毋是会？来讲淫啦，吼，咱心内足淫的，吼，足气的。你甲伊帮衬，结果尾啊，伊赢过你。啊！你是毋是会心内着内伤？总是咱看到惊死的约翰，伊有一个真健康的心态。我讲伊是一个君主啊，吼，他是个君子啊，君子之心就是有成人之美。伊看到耶稣招学生比较济，洗礼比较济，伊并无安尼来目眶红。伊颠倒讲，若毋是对天所予伊，也是讲所予人。就人袂得到啥物，所以咱今日对惊死的约翰学几个功课，第一个就是讲，咱的人，爱顺服接受上帝安排。人生有真侪时阵，计划赶袂赴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总是有上帝人伊心内会讲，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人安那。你着利益啊！所以伊心内想讲，上帝如果是安尼安排，一定为美好的旨意。
因为亚瑟的约翰知影，伊和耶稣拢是伫上帝国内底工人那尔，无需要比较。伊的光彩、伊的风采，去耶稣抢去，伊也袂感觉艰苦。即个伊的心是真开阔，伊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亲像旧约约伯共款，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你有啥物通夸口呢？如果赏赐是耶和华，提起的嘛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就是应该学落的，无论咱境有好还是歹。何况只不过是学生人数较少尔，可能惊洗礼约翰也讲安尼，我就免遐辛苦，我毋免逐工一直洗礼，一直洗礼。伊的时代渐渐要过去，伊也知影伊要进入到感觉内底，因为伊讲到希律王的歹话。甲迄个希罗底、希罗底，尾啊，伊甚至伊被斩头，伊的人生就真正行落去到迄个舞台。拢是伊知影袂要紧，上帝有缘做工，上帝有缘是上帝，咱着静落心来接受上帝安排。所以这圣经的话也是这个，互咱明白，互咱的心有上帝个安公。耶和华讲，这是伫出埃及记，耶稣上帝耶和华，毋是耶稣，特别对摩西讲。你只讲到一个要紧的真理，这就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你毋免心怀不平。上帝讲，我要显我的恩慈伫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后壁讲，我要恩待什么人，我就要恩待什么人；我要怜悯什么人，我就要怜悯什么人。所以，约翰甲你们也对遮来发展讲，原来上帝恩典是大到无法度拒绝的。上帝恩典临到你的时阵，只要你唔通亲像法老安尼硬心、坚心拒绝，你一定会得到上帝恩典，因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亲像一个老爸绝对的主权，讲我就是要疼我的囡仔，我要将上好的予伊。对于这个囝，真正硬心到一个程度，袂晓得感谢老爸老母的用心，无法度去感受到这个爸母对伊真正付出无条件的疼，这个囡仔感受袂到，伊的心就无法度明白爸母的疼。所以咱毋免不平，咱也要去顺服上帝主权，为着你所领受的来感谢。保罗就讲。你有啥物通夸口？倒一项毋是领受的？你的财情、你的运势、你的年日、你的健康、你的性命，你即马个心中会跳、会喘气，敢毋是上帝赏赐你的活命吗？你为啥物骄傲？为啥物讲我真傲？所以。伫圣经咱今日所看第31节嘛，讲对顶面来的，是超越对地面来的。咱人爱学习这个。第二，咱搁来学习，就是亚瑟的约翰，伊非常知影我是谁。咱无论做一个基督徒，也是初信者，无都有，真侪人拢在找我到底是啥。当有人甲你学了，有掌声、有舞台、有破啊声的时阵，你就感觉我是somebody。当别人额头无爱插你，朋友离开你，看你无的时，你就感觉我是 nobody。总是惊说的约翰，伊袂因为人客较少、学生较少，甚至伊家己的学生讲，这个是上帝杨哥，恁会当去第一。伊甲伊的学生鼓励因去跟底耶稣，伊的心胸就是这样开阔。伊袂因为别人对伊学了，哇，伊就尾水翘起来；伊嘛袂因为别人对伊两句的批评，伊就看家己无。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道理。咱人爱知影，咱是上帝囝儿，咱做一个基督徒，扮演好家己的角色。伫哥林多有一句话，我要分享是这个孙悦的故事。咱先看这个路加福音，伫遮有讲到这个
洗礼约翰的老爸，伫伊细汉的时阵就甲伊讲：细囝，你要称做至悬的先知，听详细。你毋是至悬的，是伊的先知；你毋是主，是行伫伊头前的迄个pioneer先锋者哦，先行者。你要陪伴主的道路，这就是你的使命甲一生的任务。真爱兄弟，咱的人生是有限，毋是无限。你要伫有限的人生去找到无限的价值，去找到上帝互你的使命。哦，这个洗礼约翰伊的一生无简单。我想是对伊的老爸对伊讲这句话，对天使的这个启示，对上帝来的，伊明白讲：我的一生我毋通浪费时间，我的一生我毋通糊里糊涂，我的一生毋通懵懵渺渺。我应该爱照上帝所量互我的分数，扮演好我的角色。该进场的时阵，该出场的时阵就出场；该退场的时阵，也着爱退场。咱拢知影，这个是孙越对无？伊有摕过2届的金马奖，一届是最佳男配角。配角就亲像这个行洗礼约翰，伊就是配角，伊就是要互主角会当显出伊的配角就是主角的辅助，配角一般拢袂去看过迄个主角的这个光彩，是要互这个主角的光彩更较凸显出来，所以伊就先得过这个最佳男配角了咧，伊嘛得过第20届的这个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然后呢，伊选择放弃伊真好的这个演艺的生涯，伊来做公益。伊怎样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对伊的好朋友陶大伟，因两个本来嘛是竞争的这个对手，也是同事，做伙来主持节目，咱拢有看过因半夜。但是伫1980年我未出世我看伊的见证。1980年我还未出世哇！我1983年所以我负3岁的时阵，有一届迄个陶大伟就讲：咱莫去应酬，咱莫去拍戏，咱来去参加一个团契。伊刚邀请到中原大学校长阮大年博士，伊刚的主题叫做“我们成了一台戏”。哦，这个孙越可能心内不以为然，讲我着做金马奖影帝呀，你阁敢需要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教授啊？虽然你是校长，但是你要教我搬戏吗？我们成了一台戏。却无想到上帝对迄个聚会中间对伊讲话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伊伫剧内底的迄个孙越，毋是真正的孙越啊，迄是别人的剧本，迄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人生啊。孙越，你家己的人生你要安怎过？孙越，你有一天生命行到终点，你要面对上帝，你要摕倒一本的？你要摕金马奖的影帝来见上帝吗？哇！所以到迄天，伊讲这届的这篇的信息，对伊的生命产生了真大影响力。1981年的8月16号，经过无一档，伊就非常清楚基督教的信仰，伫迄个中间，伊就憔悴，然后伊就洗礼。对洗礼了后，伊拍电影，伊原有在拍电影，但是伊的生活上就真侪的改变伊结婚伊改掉这个婚，佫一个就是讲，过去迄个真保守的年代，只要电影要这叫做叫做啥物？结束的时阵叫做杀青开始的时阵叫做啥物？开镜对，开镜的时候一定爱导演带着男主角、女主角，至少这上要紧，这个剧组的啦，爱安那一人3支香，拜一下地基主，也是拜一下迄个土地公，也是就是讲一定有这个传统，因为若无拜，这部戏若是拍了无好，就迄个。总是到迄届的时阵，伊讲我已经是基督徒啊，我无野香，我用祈祷无野香。伊佫讲迄个导演叫做余堪平伊就讲袂使，安尼万不应若真正
这部电影是这个戏了钱是要安怎？吼，伊嘛真有意思，伊就感觉讲上帝互伊有诶甲伊应讲吼，你看台湾遐尼济戏剧，敢大家拢有拜啊，敢拜拢有趁大钱，嘛是有了钱的，吼，嘛有诸葛亮也是像吼拍戏了钱，吼破产的，无拢有啊。所以咱只要伊就感觉上帝有一句话讲，咱只要尽咱的本分，吼，咱用心来将这个戏角色扮演就好，上帝自然会祝福。我的上帝自然会祝福这部戏。当时咱若是野香安尼拜，但是咱无认真地搬、认真地演，这部戏嘛袂成功。哦，所以这个导演就被安尼来接受伊的坚持。伊就用即句《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伊讲吼，咱成了一出戏，也是讲一捧戏啦吼。这捧戏是要搬互世间、搬互天使、搬互上帝甲人来看。咱的人生就是一出戏，就是一捧戏，咱就要好好啊扮演好咱的角色。所以这个孙越，吼，伊就真感谢陶大伟，一生拢是真好的朋友。佮因为信仰变做主内的兄弟。吼，我嘛佮讲一个伊的见证甲故事。吼，伊有一届，伊已经开始做即个公益，吼，做即个终身义工的即个身份，特别伫宇宙光。有一届，有一个美国的导演拍电话对美国卡来哦，讲。要邀请孙越做男主角，伫台北国家戏剧院演一个大型的舞台剧，吼但是这个过程要至少1、2年的中间，伊要付真侪心力，剧本真赞，所有的演员嘛拢是一线的吼，第一线一流的。伊心内足想袂，但是伊甲上帝祈祷了后，上帝讲：你若是接这个工课，会甲你的。真济以后，上帝要叫你做工课，公益的活动来冲突，所以就伫迄个签约的前一天，伊就敲电话拒绝了这个机会。竟然经过1、2年了后，有一个风台日，吼，当就是这个台北国家的戏院内底在搬这个伊拒绝的这出戏的时阵，伊伫外口甲真济牧师基督徒。为着国家，因为要拄着这个风台来伫遐祈祷。伫祈祷的时阵，上帝就予伊一个感动，就是讲，孙越，你虽然无参加迄个国家歌剧院内底迄出戏，但是你伫外口所办的这出戏，更加受到上帝欢喜啊！哦，兄弟姊妹，你听有这个意思？咱所要看的拢是要真互人看见，上电视，也是摕啥物好康的。也是摕什么冠军，互人来拍婆啊！但是亲爱兄弟，你唔通伫上帝眼中，你是上尾命。所以伊伫遐得到真大的鼓励，就是讲我虽然无伫内底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伫遐咧欣赏我孙越搬偌好，但是我伫外口搬的这出戏，互天使、互上帝看了为我拍婆啊！我的心内感谢上帝，我迄当时伫1、2年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求主帮助咱。也伫几年前，孙越已经离开世间，伫上帝身边。真侪人可能袂记得伊搬过什么戏，但是拢会记得伊一句话，叫做“我是你的老朋友孙越”。也是记得伊伫各 TV 内底，常常伫部落格内底有一个孙叔叔唱副歌，伊用伊家己的人生的过程去为着这个故事落真好的这个注脚。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合适，这个约翰也是合适。孙叔叔安尼有一种为上帝来搬戏，咱的人生就是要。高举耶稣的这种心志，较袂亲像即马咱真济即个8点档吼，叫做拍戏安那。你看咱迄咧追日剧、追韩剧，敢即马有新的即个较受欢迎，拢是安那8集、10集，
吼12完成啊，吼，精彩的拢伫迄内底。啊，若结果迄演到200集、300集迄吼，就是歹戏大片。所以上帝真正互咱伫人生的舞台有出场，有吼高潮，也有无顺，然后有退场的时。毋知亲爱兄弟，你的人生行到倒一个段落？也拄好今日讲到即个人生舞台的时刻，也我伫顶礼拜就是3月底，我也对倒行的小会来提出即个实习书，也受到小会接纳，就是上帝互我的感动伫倒行的服侍过一个段落。上帝是牧者的头家，所以我爱顺服，我也感谢主，我相信伊对倒行也对我拢有真好的计划甲安排。有一个基督徒，伊讲凡事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凡事尽心尽力，结果仰望上帝。咱的一生拢爱清楚家己的身份、甲使命伫倒落。所以，行说的约翰讲一句话：有新娘的是新囝婿，新囝婿就毋是我咧，我是新囝婿的好朋友，就是这伴娶咱讲伴娶伴人吼。伊知影新郎到，伴娶就爱退位，咱就爱高举基督耶稣，毋是高举咱家己。咱也无法度互世间人每一个人拢欢喜你，甚至即个行说的约翰伊家己的门徒都甲伊吐槽，都甲伊表达不满。人真正无法度取得每一个人，包括同工兄弟姊妹对你的欢喜，无法度任何人拢每一个拢介意你。但是咱要互上帝欢喜，咱也爱看家己看了好势。耶稣嘛讲，如果大人拢欢喜你，安尼你有在下呢？如果大人拢欢喜你，所以说咧，约翰伊的学生无欢喜伊，有时迄个希律王无欢喜伊，迄个希律王因某更加爱伊死，总是伊知影伊是虾米人，伊的身份是对上帝所定义，伊就活了真快乐、真轻松、真自在、真安然。这就是我感觉有一个这个真有名的基督，嘛是基督徒啦。但是你伴娶也是这个伴嫁，你找了伤缘投，找了伤水，结果咧看过新郎新娘的这个光芒所以一个真正的这个婚礼伫犹太人迄个伴人的角色，就亲像媒人婆，伊爱互这个婚礼安那。伊代表新囝婿先去致接，然后呢，这代志拢准备好了后，听到新郎的声要来娶新娘啊，伊就安那，伊就欢喜嘛。因为我的任务伫遮已经过一个段落啊，我的目的就是要互新囝婿、新郎会当顺顺利利娶到新娘，都毋是我要娶呢，是这个是这个新郎要娶呢。我不过是伊的朋友，我袂用咧喧宾夺主，我更加袂用咧横刀夺爱。所以伊讲我听到新郎的声、新囝仔声，我就欢喜到极。我的欢喜就真充满，就是讲我的任务完成啦。这个婚礼会当顺利，会当圆满来进行啦。我的欢喜无比这个较大。总是咱伫四海读经嘛有分享到，讲即个咱上时嘛是即个新郎的朋友，上时咱嘛是耶稣所要娶的即个新妇新娘啦新妇，也望咱会当亲像行说的约翰安尼引带搁较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互新郎甲新娘、新囝婿即个婚礼会当圆满。所以我邀请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就是即个伫周报内底有台语的，嘛有汉字的我先读汉字的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
所以当你会当安尼看待家己的时候，我感觉你就已经真自在啊！哦，你就进入到一个安宁、平静、安稳，你找到家己啊！我也在做这个工作。我有时会讲啊，有啥物人对我无顺，有啥物款的期待，对无顺有啥物个啥物款的要求，有时咱无法度符合每一个人的标准甲期待。总是我望对这个中间会当互我进步，互我去找到上帝怎样看我。互咱望咱借着这个，借着牧师的分享，咱看家己嘛会当看了安那刚刚好，看了伤过头。你就是碰风，你就是自高，你其实无遐尼高。你若是看家己足无的，你嘛是变做自卑无自信。所以你看家己拄好就好，唔通过头恶吧，嘛唔通看家己足自卑自贱。好，咱做伙来读一解咱今日的金句，好无？咱读第一恁所想来忖度家己，预备来。恁所想来忖度家己，唔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想事，达人信的分量。照上帝所想事，拢是对上帝来，因为好。那个书讲，这个一切美善的源头就是对顶面来。照上帝想事，你看家己看了拄好就好，你就安分，就守己，就照你应该扮演的角色，伫家庭、伫公司、伫教会、伫上帝国、伫团队，发挥你应该有的功能。所以牧师也真期待我伫未来这4、5、6、3个月，会当互咱的查经班也好，祈祷会也好，咱的小组也好，团契也好，你去找到你所应该发挥的功能。咱做一个行政，当工就好好啊扮演；咱做小组长、做老师，咱就把迄个功能发挥又好。也望咱的兄弟会当更较进步，唔通一直受人的服侍，爱出来成做服侍人的人。祈祷会也望咱的执事会当更较侪来参与，就是来带敬拜，来抒琴，来鼓励人来做伙祈祷欢喜，甲主来去做这个祈祷的这一段。所以这句话我嘛真意爱，跟咱分享，不跟人比较，只求神指教。咱绝对唔是要比评讲什么人服侍较高，牧师什么较高，拢无。但是呢，咱无伫这个服侍的机会中间，咱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指教，咱就无法度好好来学基督啦。因为咱无愿意付代价啦，因为咱无连参加的这个意向都无，咱的生命就停留伫咱的这个原有的坎站，甚至就是不进则退。求主帮助咱。第三，学习约翰安那，伊确定家己生命的境界，伊的心胸真开阔。这个故事伫去年发生，就是东京奥运的时阵。咱拢知影，每一项的比赛只有一个金牌，只有一个冠军。总是这个比赛真特别，就是一个选手对意大利来，叫做坦贝利；另外一个选手对卡达来，伊被称作跳高王子啦，就是讲伊大家拢看好伊会摕金牌，所以这个卡达的，这个意大利的大家较无看好伊，因为伊本来嘛足够跳，但是伊伫2016年的时阵，脚受伤过后，伊就错过了迄届的奥运，是这届经过4、5年，佮重新出发。煞无想到，因两个拼到迄个决赛，2个人都跳出2.37米的成绩诶，2米佮37公分是足悬的悬，两个拢跳。但是呢，迄个意大利可能脚在跳，也是已经无体力啦，伊无法度佮2.39米，两个拢失败，已经经过2-3点钟对初赛、预赛到决赛。所以这个裁判就讲好，安尼咱就降低，看什么人会当跳到上低迄个会跳过，另外一个跳袂过，无体力的，也是脚在疼，你就是第2名，你就无摕金牌。
所以迄个意大利想讲，安尼我一定是无法度的，所以伊就问即个卡达的选手讲，咱两个拢平平是2.37米，吼，你敢愿意讲咱两个吼做伙来摕即个金牌？咱两个拢莫搁跳，因为过来你跳，你一定可能会跳比我较悬，我已经无力啦，嘛骹咧无法度跳过。即个卡达吼，伊就无想，即个选手吼叫做啥名？巴尔斯，迄伤细腻吼，看无？讲，伊就问裁判讲，裁判，我愿意吼放弃我的权利，甲伊做伙分享即面金牌，敢会着？裁判马上敲电话互即个主办互大会，伊才做出决议讲，因两个一人一面金牌。所以当即个决定出来的时阵，即个坦贝里吼，意大利的即个选手，伊就足感动，佮跳到迄个身躯顶吼，已经无力啦，伊佮跳到爱家抱咧讲吼，因为伊若是无安尼退让吼，要甲伊争夺，伊可能就无即个金牌机会。所以真做一个奥运的佳话吼，因嘛变做一个新血病，伫所有现场的人拢为因鼓掌。拍婆啊，拢这是运动界的精神。两个拢跳2.37米，两个平高。所以伊讲，要有啥物会当得到一面金牌，奥运的金牌，应跟我的国家伫世间人的面前，搁较欢喜的事呢？伊甲伊讲有啦，有啥物比这个搁较欢喜？就是2面的金牌。我的好朋友，咱做伙一人摕到一面的金牌，2面的金牌，咱共享这个荣耀。所以你唔通想讲，惊说咧约翰伊的光彩去耶稣抢去啊！耶稣嘛是高举，惊说咧约翰讲，妇人人所生无一个大过约翰。约翰已经行了伊人生应该行的路站，伊无需要甲耶稣比较。所以亲像这个2个拢是金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甲惊说咧约翰。拢伫上帝面前，拢是平拢是上帝所爱。亲爱兄弟姊妹，虽然你毋是牧师，毋是中职，但是你如果愿意伫你做一个基督徒本分内底，认真为上帝国来拍拼、来活、来见证、来传福音、来祝福人，我想你伫上帝面前也是一个摕金牌的人。求主帮助咱，最后伊要兴旺，我要衰微。其实，迄个伊要兴旺，我要衰微的意思。毋是我一定会愈来愈落徛，愈来愈逐项面拢无好去。颠倒我认为迄个我是因为我有基督了，迄个自我，迄个老我，迄个旧的人，迄个血气，迄个旧性，会当渐渐来死去，然后呢，基督伫咱的内面的活，就是伫咱顶礼拜。时间的关系，袂赴讲到的3章14节15节，咱来看圣经3章14节15节，我读互大家听。约翰福音第3章14节15节讲，佮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互记那信伊的人，也是讲互记那仰慕伊的人，踮伫伊有永远活。16节就是咱所熟悉的，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互记那信伊的人，袂抵到沉沦，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疼世间到安尼。举起这个蛇，我伫四海有讲过，就是这个东蛇，当以色列百姓互毒蛇、互火蛇咬着的时阵。上帝叫摩西做一只东蛇，来预表将来有一天要受举起的耶稣。哪会将蛇比作耶稣咧？有一个牧师分享讲，讲蛇有毒，但是这个东蛇无毒。仰望这个东蛇，就亲像仰望耶稣无罪。人有罪，但是耶稣无罪。耶稣定立十字架顶是代替咱的罪，担当咱的刑罚。
这个东蛇也是安尼，吼，东蛇就代表这只蛇，吼，罪也是讲这个毒性，也是撒旦有一天会死，被打败。耶稣就是伫十字架顶完成这个救恩，打败了这个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互仰望伊的人、信伊的人，无地到死，无地到沉沦，去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耶稣真奇妙，上帝互这个巨蛇，的这个故事，互仰望这个当罪的人会无死，马上就活。来以表耶稣基督为咱，只要愿意相信、仰望伊的人，也会当得到这份。所以保罗就安尼讲：现在我地不过是我，是基督伫我内底伫我。基督我伫我内底，我内底迄个罪性、迄个毒蛇的迄个毒液，就渐渐地消退，渐渐地消无。然后呢，我就愈来愈亲像基督耶稣。也真人讲一句话：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保罗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原本伊叫做扫罗。伊的心非常的骄傲，伊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佫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佫伫上好的老师加马列的手中受教育、受栽培。伊想讲，这我以后绝对是70人的公会内底接班人，我有权佫有势，我要来掠基督徒，我要来关教会。伊徛马，心徛白马，心内真骄傲，真迄个叫做气焰高涨。所以无想到上帝在迄个对骄傲的中间，互伊体会到跌倒、败坏，佫互伊摔落去到迄个摔落即个涂骹。所以伊伫遐就彻底来重新思考伊的人生甲信仰。所以虽然扫罗伊跌落去到迄个原本掠做真快乐得意的迄个舞台，总是呢，上帝互伊转变做使徒保罗。原来上帝对伊的心意是爱伊行一条更较好、更较精彩、更较美丽新的舞台。所以伊就成做初代教会规个欧洲宣教历史的一个要紧的人物，使徒保罗。求主帮助咱，对今仔日的这个信息中间，咱来学习这要紧的功课，就是第一，顺服上帝安排。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咱唔通家己计划，唔是免计划，但是你唔通计划伫上帝头前，你走伫上帝头前，甚至你拢先做好安排，才来求问上帝，这是无正确。你要相信，超出上帝对你一生的安排。对这个中间，你会去明白原来我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原来上帝互我摕这个学位，原来上帝互我有这个位分，有这个职分，伫导向教会做这个角色，伫这个团队中，我要怎样扮演好我的角色？也尤其要紧伫咱的家庭中扮演好家己的使命。第三，扩张咱家己的境界，唔通心怀不平，咱会当做伙来赢。亲像这两个奥运的选手，因创造了一个正港的双赢。你要赢，唔免别人输，两个做伙赢，大家做伙赢，做伙来进步。耶稣甲行洗礼约翰平平得到上帝欢喜。最后咱的老我爱渐渐死去，主要兴旺伫咱的内底。无论什么款的境遇好歹，咱拢永远保持这个信心，相信上帝有上好的安排带领，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的听，互阮明白，你来到这个世间，对洗礼约翰的见证，阮也明白，你有真美好的旨意。这个拢毋是空空，阮也毋是空空着磨。行洗礼约翰伊的一生为主备办道路。将人的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愿主你也帮助阮，将做一个好的伴带，将新娘带到新囝婿的面前，
互人的生命得到丰富，互这场的婚礼，互阮的人生也得到圆满，得到上帝欢喜。愿主帮助阮来尊主最大，无偷摕上帝的荣耀，独独高举基督耶稣的名，看家己该当所看的件代志，合伫中道，忠心到底，侍奉阮的主。愿咱的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来吟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请咱起立吟全首。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幸福，深深意爱，永远一世诚心敬拜，有主讲而来，永在我心内。定在我心内，求主你出声，叫我三甲行。我心有问真情欢乐，甘愿靠主救的小宝，有主永看顾。以后免烦恼，以后免烦恼。求主这中保，我等我可，我犯罪过千千万万，有问我路主干，咱求主春秋看，满心大平安。满心大平安，求主带我行，我心免惊吓。我若甲难拄着破灭你话过，我若伫心边叫数码讲起。我无放下你，我无放下你，求主甲我带，我光互我看，我真欢喜，永远归你，我爱甲你永无散。求主当行去，永远无散离，永远无散离。阿门。请坐，奉献。罗秀珠执事、刘罗义执事书献。
神的天父上帝，阮搁一遍感谢主，你的恩典甲看顾，互阮搁一遍用阮的心、精神甲心灵来敬拜。伫即个所在，阮也感谢主你，伫中秋节甲受难的节期中间，互阮搁一遍来纪念主你的死。伊为着阮世界人的罪，互人定死价顶，洗清阮的罪过。阮感谢主你所疼痛，阮也要尊叹主你的所教示的，互阮所做所行，拢照主你所教示的来行。伫即礼拜的新冠病毒疫情中间，阮也知台湾一天比一天搁较济，恳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有做好的防护。互阮守住阮有平安甲健康的身体，当阮即时奉献淡薄金钱，做主路用，恳求主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我来报告，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第3页，伫咱周报第3面。金句：你所想来衬托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受，照上帝所想事达人信的分量。罗马书12章3节，做来读。恁所想来衬托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受，照上帝所想事达人信的分量。罗马书12章3节，搁一遍。恁所想来衬托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受，照上帝所想事达人信的分量。罗马书12章3节。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同工事奉的同工家己得意。来看第4面，第4面教的消息。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升温，为4月开始，每一个月的第2、第4礼拜的爱餐暂停。请咱会记爱餐暂停，所以迄个时阵家己的餐具就免客来哈。第2，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3楼的副堂召开4月份的定期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3，2021年报税用的奉献收据已经准备好，请这家己去办公室领取。第4，110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的名单如下：碩士黄依莉、陈洁仪，大学；陈先惠、陈伟琴、赖基安、赖基嘉、赖依君；高中黄依嘉、国中赖鹏鑫，伫4月24礼拜中出席咧颁奖。第5，咱为明仔载开始到拜1到拜5有教会举行受难周的周间的礼拜，就是拜1、拜2、拜3，佮拜5。礼拜4，因为区会有一个圣餐礼拜，所以迄礼拜伫教会暂停。
内底的详细，请咱家己看。伫受难周的期间，请兄弟下面宴乐的场合，默想耶稣十字架顶的疼。伫这个周间的礼拜中间，义中的停车场开放，咱会当停伫迄停车场内底。第六，4月17礼拜日有复活节、搁活节的创意礼拜。重要就是讲，迄天较无共9点就开始，9点开始，由台神教会音乐系的教授陈秀文以主理礼拜，请兄弟即个9点的时间，咱爱准时出席，用欢喜的心迎旨主耶稣国外纪念主日。第7，搁活节迄天4月17礼拜后，要有一个活动，就是搁活节德兴社区分彩蛋，请要参加的去教会办公室登记，11点20出发。第8，咱4月30，就是拜六拜六教社部呢，伫咱教会举办银华周游带领人的一个活动，有要报名的，爱费用300块，4月15进前报名。第9，5月7號禮拜六，伫中國醫，伫叫咱教會伫咱教會辦小新農獨行教會即個活動，對象是國小1年到6年，要參加的請去辦國小嘅報名單。第10，5月21日就是拜六，伫先鋒大家營地舉辦教會同工靈修會，邀請屏東鹽洲養樂教會的鄭耀宗牧師來主講。題目是好牧人做一個稱職的小組長，同工要報名去辦公室摕報名單，到4月30截止。11，新安宮的根本伫辦公室要使用的去領取。第12，今仔日有受車的禮品，要個慶生，要贈送禮品面線1份，名單請家己看，總共有29人。團契的消息，今仔青少年團契有聚會，11點20伫富堂聚會，5樓富堂聚會。有即個受難週的特別的禮拜，服侍團契，有禮拜是少年團契，拜2婦女團契，拜3兄弟團契，請遮的即個客友愛出席來參與遮的服侍。看第6面，珠海讀經，因為受難週的即個關係所以呢暫停，即個4月14暫停一遍。第6即個社青團契嘛是受難週有服侍。第7聖歌隊4月16下晡3點伫1樓的富堂聚會，邀請陳秀文老師來主講現代兒童的音樂服侍，歡迎對教會的音樂事感覺服侍有興趣的來作為參加。同工的暗時6點半。就是拜六6點半呢，參與即個祈禱
唱歌、演剧的，才会同工6点半爱出席来练习。后面这个大道的事项，请牧师来带领。教界消息哈，教界消息就是礼拜二啦哈，这礼拜二暗时7点到9点，伫里湾教会举办泰泽祈祷会，欢迎兄弟参加。后面有遮顶礼拜的奉献的这个详细哈，请家己看。有错误的部长来登记。这个奉献的部分吼，有兄弟姊妹在问，咱今日小会伫这个礼拜前的祈祷会也有做出讨论，就是讲咱3月27的圣餐奉献，要为着乌克兰来奉献，咱要通过中会的教社部来转到咱总会信任的这个单位来为乌克兰来奉献。所以兄弟，如果你对伫迄天的奉献有无共款的想我无爱，我坚持我无爱为乌克兰，我要为着别项奉献，是要为规伫圣餐奉献的，咱会当搁甲财务部还是牧师提出。若无，咱后礼拜咱就即个特别甲规划大概3万块左右，诶，即个迄天的圣餐奉献的精神，为教会以外的世界需要来奉献，咱就要拨互乌克兰，通过中会的即个教社部。好，咱来庆生欢迎。4月份所有寿星徛起来4月寿星，咱来为因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我嘛有一份好，谢谢谢谢，感谢主。好，咱来看大道的事项，就是本周大道的事项，当然继续为着乌克兰，为着台湾疫情，200、300，唔知会超过400个。咱求主来即个互即个疫情来煞，互战争嘛来煞，互上帝国公义平安来临到。咱也为着机体龙姐真听到伊的车祸的消息，大家真烦恼。总是牧师和牧师娘去甲伊关心，伊是敢若乌青一大片啦，乌青一大片。伊骑乌托邦的时阵，后壁载2个囡仔，伊嘛做见证感谢，讲伊本来一个细囝是伫头前，伊常常感到讲停车红灯的时阵，甲即个细只讲无你嘛去坐后壁。无伊头前载是后壁载是弄着的时阵，迄个囡仔会互伊甲即个乌托邦压伫中央，迄是足严重的瘟死的。所以伊加在甲要发生车祸前的迄个路口车红灯，伊甲伊刷到后壁，结果出车祸的时阵，伊规个腹倒较只片，这规个乌青规大片。但是感谢主骨头啦，见到是无真严重的伤害。搁较要紧，即个细囝的囡仔保全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也为大道万一医师可能咱较无熟悉，因为伊是无导游，伊无法度礼拜日时阵来，因为家庭的关系，伊拜四拢来读圣经，来看即个教会聚会小组，有一个动脉瘤继续在观察追踪，求主显明，互伊免开刀，免无即个风险，互伊目睭失明的风险。为着中华兄小慧老师甲叶玲姐的出院得到主的看顾来感谢。咱只是无需要请咱做伙徛起来，为着你家己今日礼拜中的领袖，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世界和平，咱做伙同齐出声来祈祷。至圣至权阿爸爸上帝，你对阮的听。无论阮的身份、地位、权势，主较要紧的是你看重阮逐人的心，是毋是亲像洗礼约翰安尼愿意为神柔软来回应主？主啊，你也帮助阮，无去甲人竞争，无爱看人比较，也更加无去计较，因为一切逐项的好，万项的好。万项的恩典，拢是对顶面所想事的。
主啊，你就是阮的福气源头，主啊，阮的活命源头，阮的万福的本源，拢是对天父上帝你所赏赐。愿主你将这个疫情来控制，无搁扩大。愿你将这个世界的局势，你犹原做王。伫大水泛滥的时，阮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犹原坐伫宝座顶。主啊，互阮伫你的内面来找到迄个安稳平静，来得到休喘。主啊，恳求你也把龙姐甲愿意医师、中华兄、淑慧姐、叶玲姐，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享受阮健康勇壮的新心灵。互阮亲像约翰找到阮生命的明灯，找到阮人生的意义，找到阮服侍的方向甲目标。互阮一生跟对主，无论呢跑走这条阳光的道路。愿来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彼此来行平安礼，愿主的听充满在座，充满咱的家庭。愿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感谢主，好，咱来由阮徛咧来吟上咏514首。散花初见的诗歌，打马散花，求主赐福。打马散花，求主赐福，祝愿心中上快乐。大家皆能亲爱无所，欢喜阮地主看破，地主卡无，地主卡无，经过旷野主传路，阳光冠冕归主生命，总愿心志免惊吓，真理传播百倍修行，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光顶，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灵魂那家己，阮的信心求主帮赞，那苦那在阮无限，恩典无限，恩典无限。孤灯充满拢世间，阿门。愿恩典无限的主上帝，甲恁圣人三甲弟弟，互恁所受的灵恩哪来哪加添，互恁的信心也哪来哪进步哪加添，互主的听充满在座。跟底主的脚步，一生无退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圣神的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听者